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2月16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真。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行政院长新春团拜。这过年进前台糖3肉粽的事件引起社会关心。陈建仁表示，应该是单一检体问题，毋是系统性的事件。国内猪肉无污染风险，未来这抽验量卖家庭杯。若国民党团是主张17要加开临时会，邀请陈建仁专案报告。若立法院院长韩国瑜今仔日会召开调解协商。恭喜恭喜，开春大吉！行政院新春团拜，院长陈建仁、副院长田文灿和各部会首长互相祝福新年快乐。陈建仁致辞除了感谢行政团队协助，嘛期待调解团结国家稳定向前。针对日前台糖3肉粽风波，陈建仁今仔早起伫议会中表示讲，国内猪肉供应链并无污染的风险。706件扩大检验的样本当中，多未检出有乙型受体素，确认国内猪肉供应链没有受到污染的风险。本案研判属于单一检体问题，而非系统性的事件。陈建仁强调，政府会持续强化猪肉产品上市进程的管理，针对上市后已经受体数的抽验，按每年2000件增加到4000件，为民众顾健康。年到了后，立法院第11届第一会期要伫20日开始。国民党立院党团发起联署，主张17开临时会，邀请行政院长陈建仁来立法院专案报告。外界嘛关心新会期头一件3肉粽，哪边敢会真正来合作？我们今天会把党团所有成员的联署送到院会。17号，我们希望能够开临时会，但是我们也尊重韩院长明天所召开的朝野协商。台湾民众党党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主张，希望2月16号的时候就开议，我们就一切按照程序来。因为到目前为止，本党团都还没有收到任何党团协商的通知。是不是要开临时会？立法院长韩国瑜10日要召开调解协商。党团首席副书记长林书云嘛表示讲，若是临时会无法度开，无排除陪甲陈建仁伫开议了的施政报告。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不分区立委的被提名人罕见疾病律师陈俊翰传出过往的消息。陈俊翰可能是感冒引起其他的病症，车十国急诊经过抢救，11半暝也是不幸过往。陈俊翰有先天性梁骨筋膜萎缩症，这个患者包括陈俊翰在内，全台湾目前有300个患者无药啊通用，敢若会当接受症状的治疗，无法度阻止筋膜退化。就算安尼，陈俊翰一世人也是真面子，摕到律师考试的状元，阁有会计师的执照。伊嘛是第11届立委选举民进党提名不分区立委排第16名。家属表示，27早起会办公祭，要陪陈俊翰行人生上尾一段路。来看所罗门群岛自2019年和台湾断交，转向中国迄边。不过今年4月，所罗门要大选啊。最近有在野议员都提出意见，希望顶再和台湾建交。针对这款讲法，咱的外交部表示，阮的态度是开放，卖认真看待这件代志。2019年，甲咱国断交的所罗门群岛，伫要第4月举行全国大选。现任总理苏加瓦瑞选择外交转向了后，甲中国达成安全协议，那引起美国甲澳洲的烦恼。所国政坛原来有反对的声音。路透社报道，在野阵营头人、内设有联合党的国会议员小肯尼罗瑞表示，希望重新检视甲北京的安全协议，并寻求重新甲台湾建交。我国一向是以开放的态度，诚心与各国来往。任何有助于提升我国国际地位、拓展国际空间的机会，外交部都会认真的看待。对甲所国复交的声音，外交部态度开放。进前所国上大省马来塔省，都因为不满中央政府甲台湾断交，几多年来拒绝甲中国合作。在野党领袖瓦尔嘛提出，会当举办全民公投来决定所国甲中国的关系。即便是所罗门的总理，一直强调说，他不会在西方跟中国选边站，所谓的安全合作关系也并不是一个军事协议。但是这样的举动的确是引起周边国家很多的一些猜忌，
跟所谓的质疑。中国积极伫南太平洋扩张势力，进前高必须纳入外交转向。目前咱台湾伫南太平洋，敢若剩图瓦卢、帛琉、马绍尔三友邦。不过图瓦卢亲台总理纳塔诺伫1月大选失利，所来16个新科国会议员会投票选总理，是毋是维持甲台湾的邦交正受关心。不过原定2月初就要举行选举，所以因为大海鹰的影响，国会议员也调伫外岛，选举日被迫延后，也无法度确认新总理的人选。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天气较湿冷。咱来看温度。锋面通过，而且东北季风增强，今仔日各地头温度含昨比起来上无减10度，温度正差真大。北台湾高温干那14度到16度，尤其早暗会更较凉冷。提醒乡亲出门就要加套一领衫。另外，今仔日桃园以北甲东半部会落地渐雨，安那外岛是侪云到好天。明仔载爱补上班上课，虽然透早会较寒，不过日是东北季风会减弱，温度会小可回升。东半部可能会落雨，安那其他所在天气是正稳定。因为气候的变迁，这北极熊找食是愈来愈困难啊。根据期刊《自然通信》发表的文章。北极熊咧找食的时，这开的热量颠倒比接日气搁较济。3礼拜内体重平均就瘦21公斤。因气候暖化，互北极的海冰面积是缩较真济，嘛逼北极熊必须要行较真远，才会当找到伊的食物。海拔真济北极熊伫热天只好转来到陆地来找物件食，因都要开真济功夫，才会当找到食物。根据13伫自然通信期刊发表的文章指出讲，因为气候的变迁，互北极熊改变找食物的习惯，找食物的时阵消耗的热量已经比因食的搁较济。就算日气到无啥活动的半冬眠，因的体重共款是一直减。为着研究实际的状况，研究人员伫19只北极熊身躯顶放监视器，记录因伫野外生活的状况。结果发现讲，伫短3礼拜内，北极熊的体重平均是减差不多21公斤左右，这已经等于是因7%的体重啊。Foods, particularly that they were getting when they were on land, have pretty low caloric content. And the bears have to expend energy to obtain them. 北极熊为了要保持原本的体重，袂因为伤瘦感觉寒，因会开始伫热天食一大堆物件，而且是以脂肪量真悬的海拔做主食。不过研究人员嘛发现讲，北极熊平均爱行93公里，才会当找到亲像梅仔果、鸡卵、海鳥，甚至是순鹿角这种食物。还有一只母的北极熊，甚至是行375公里才找到食物。这种爱开长时间才找到食物的状况，对要生产后一代是真不利。Our concern is that once mothers with cubs lose their body condition to a certain point, they stop producing milk. And all of a sudden, at that point, the cubs now have to rely on their own fat reserves. The mother doesn't get them back out on the ice and feeding on seals shortly after she stops nursing. We've seen this in Western Hudson Bay, where the cubs actually starve to death on land. 根据研究，北极气候暖化的速度是规个地球的2倍。那北极熊生产的所在氧气，因都无所在通去，因为安尼，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已经甲北极熊列作是特别绝种的物种。对于人类有效来消透暖化的情形，无北极熊有可能伫80年后，就是西元2100年完全灭绝。公司新闻新乐杯编译。今仔日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台湾拍算要引进印度移工，本地去年底要和印度签 MOU， 却因为爆出假消息的争议，到大拢也未签。劳动部表示，双方的内部定书拢完成啊，目前等咧直接看当时要签。来看中国时报，行政院确定野生动物保育法修正草案，全面禁止用铁虎。原住民若无经过许可掠保育类的动物，刑罚免罪，该行政处罚。另外，未来若有保育类的动物脱逃，业者就要通报，嘛要负担掠保费用。再来看联合报，一只中国的快艇走来咱金门海峡拍鱼，拒绝海巡人员检查，甲快艇驶走，驶到一半煞冰船，造成2个人死亡。这场意外真做两岸政治事件。地方烦恼中国的起配面，唔承认金门甲厦门之间禁止甲限制水核线。金门渔会嘛提醒渔民要保护家己安全，唔通违规爬过界。中国快艇伫金门海峡冰船造成2个人死亡。
中国国台办就批评台湾海巡人员手段粗残。不过，咱的陆委会是强调一切是依法执行勤务。陆委会嘛呼吁中国就爱甲因的民众管好势。海巡队员无营救援，14下晡一只中国籍快艇划界伫金门县北丁，东部0.5海里掠鱼。金门海巡队缉捕官处理，结果中国籍快艇拒绝临检。双方伫这个过程无设置冰船，致使船顶4个人落入海。海巡署将4个人救起来送医，不过2个人救无回来。那因为该快艇蛇形巨减，甚至甩尾导致那个快艇翻覆。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对这件代志表示强烈谴责，批评台湾当局用粗鲁甲危险的方式对待中国渔民。海巡署发声明指出，一切依法行政。目前已经将涉案的人甲船带回金门海巡队调查，也报请金门地检署指挥侦办。本案涉案船舶系属商务船舶，为两岸协同执法、共同关注的对象。对于发生本次意外事故，本署深表遗憾。海巡署讲，针对金马坪甲北方三岛海峡者划界重点区域，适时规划扩大围猎处地的勤务，严格处理划界渔船，依法办理。目前嘛透过管道联络死亡船员的家属协助处理。陆委会主委柯泰森表示，会甲对方保持联络。我想我们都保持跟海巡署跟对岸呢都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了那我们也及时的让他们知道相关的情形。陆委会指出，本案经过初步的调查，咱方海巡人员是依法执行勤务，过程并无失当。对于这届中国籍船员拒绝配合咱方执法工作，发生不幸的事件表示遗憾，也希望对方主管单位会当对民众类似的行为爱做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第5分局伫北场做教育的警察。甲学员训练的影片铺伫中国的影音平台抖音顶悬，毋但有盗摄机密的疑虑，而且行政院已经禁止公务人员用抖音啊。警方表示，除了影片就要落架，嘛会照规定行政处分。国民部与警察和犯人相对射，所拄到的状况甲应变反应，即款的训练过程，伫警方的北场内底才看会到。毋过，煞人甲吸收影片，佮送去中国的影音平台 TikTok。上后表面各注明版权是警方所有。影片伫中国的影音平台公开，有真侪人去看，毋过真侪民众质疑训练的过程甲场所就安尼公开，可能会泄露秘密，也是治安不好。为什么？这好像就是比较机密的东西啊。你公务人员本来就应该要有自知之明啊！你要知道你是公务人员，你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对不对？而且他们又是执法的公务人员。拍影片的54岁女警是伫台中市第5分局做北场的助教，平时就真爱伫网络分享影音，伫警界有30几年的资历。网友质疑了，警方要求按影片落架，因为 TikTok 是行政院规范禁止公务人员使用的平台，嘛甲这个女警做行政处分。该员将执行公务取得之摄录影音资料上传抖音，违反检察机关执勤使用微型摄影机及影音资料保存管理要点之不当行为，本分局除严正告诫、加强管考外，并严厉予以行政处分。这个女警嘛透过声明表示讲，拍影片只是要分享生活，未来嘛会更较顺利。若警方是表示讲，会加强要求员警遵守相关的规定。唔通损害到警界纪律甲形象。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黎巴嫩一天内底去互以色列轰炸2届，造成10个百姓死亡。黎巴嫩的真主党为着要报复，15就甲以色列社会祭坛。真主党15表示，为了要保护以色列前一天对南部村庄纳巴蒂耶一个萨瓦纳的杀害事件，用几60粒火箭弹攻击以色列边境城市基耶施摩纳区，因有几多位战士伫这边行动死亡。以色列方面讲，因有士兵死亡，但是也已经拍回去。真主党讲，以色列则是一天内2遍攻击黎巴嫩。除了造成百姓死亡，在纳巴蒂耶攻击中，一个拍死警示部队的指挥官阿里阿德布斯甲2位战士。
真主党消息人士讲，纳巴蒂耶攻击案代表代志愈来愈严重，不过当局尽可能将冲突控制伫咧边境附近，因也正清楚以色列是用这种攻击伫咧试探真主党的材料。因为以色列也放出同款的信息，代表双方拢无打算全面开战。מלחמה, אבל אנחנו חייבים להתכונן. למטוסים שטסים עכשיו ברגעים אלה מעל שמי לבנון יש מטרות. 聯合國正全力希望各方面家己自我控制，並且莫有攻擊行動，以避免危險局勢升級擴大。根據以色列統計，自從以哈衝突以來，真主黨差不多逐天攏向以色列目標發動攻擊，超過1000人死亡，大約250人被掠去。真主黨表示，只有以色列停止對加沙的攻擊，真主黨才會停亂。這邊相關的暴力事件，在黎巴嫩造成包括170多位真主黨戰士在內200多人死亡。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2月14是西洋的情人節，不過在咧加沙地區，煞有不少政判因為戰爭來拆線。在咧非洲的肯亞，嘛有人發起黑色情人節活動，抗議家庭暴力事件愈來愈多。住伫遮沙南部拉法一個天道的薩爾哈有一個未婚妻，本來期待今年情人節甲另外一半好好慶祝，不過戰爭徹底毀滅這個小小的願望。اليوم 14/2 اللي هو يوم عيد الحب، المفروض أكون أنا وخطيبتي طالعين أجيب لها وردة، أجيب لها دبدوب بمناسبة اليوم الحلو هذا، واليوم عيد ميلادها برضه 14/2. وللأسف يعني ما قدرتش أحتفل معاها ولا قدرت يعني أجيب لها أبسط الشغلات اللي هو ما خلناش إشي حلو الواحد يفرح عليه ولا يعمله في المناسبة هذه الحلوة. 以色列對加沙4個月空襲甲攻擊，讓薩爾哈一直向南遷徙，嘛甲未婚妻走線，敢來當用語音消息保持聯絡，都親像互人毀滅的其他城市共款。打發的通訊，南面有南面無，有幾多天才當收到一條消息。即馬情人節對因來講，唔那無浪漫，煞變甲真恐怖。عيد الفالنتين يعني معروف انه كله بيبقى ورود حمراء راس قلب احمر. هلقيت احنا في الوقت هذا صار اللون الاحمر لون الدم، يعني كل اشي احمر قدامك بتخيله قتل ودمار。情人節無法度歡喜的，還有肯亞人當地人權團體則是發起黑色情人節的活動，參加人規身軀烏衫烏褲，呼籲大家重視女性和男性暴力對待問題。因為敢若去年當地就超過700個女性互人殺害，還有數據顯示，今年1月份75%的女性謀殺案的加害者是因的配偶，還是因的親人。I was in red earlier today, but I'm somber today, black, because guess what? Not a lot of people lived to see Valentine's Day. 雖然肯亞政府去年開始就成立特別法庭，專門處理性暴力案件，檢察單位嘛簡化羈保流程，不過相關案件也是真濟。頂個月才有一個女學生互人殺害佮分屍，引起肯亞全國緊張佮憤怒。專家指出，謀殺女性的嫌犯平均需要1900天才會獲判刑。即賣法律提供被害者的救助方式也有待改善。同款伫情人節發起抗議的，也有英國倫敦 Uber Eats 的外送員，因哋10時1暝無要送餐，是騎車遊街抗議 Uber Eats 以付薪水的方式。We don't get paid by an hour, we get paid per delivery, and we can get paid as low as £2.80. 抗議人士控訴 Uber Eats 這個外送平台賺真濟，不過無予外送員公平的薪水，因要求甲英國大概上價的送餐費用起到5英鎊。不過在美國，原來有司機串聯在情人節這天無開車，因表示家己必須支付油錢、保險費、修理費。不過 Uber 搭載坐車費用都要抽一半，駕駛根本無法度生活。司機抗議 Uber 利潤的分配無適當，要求要提高薪水。公司新聞7萬0編譯。羅西亞甲烏克蘭開戰要2年啊！根據聯合國評估，烏克蘭差不多要開美金5000億才有夠頂建。戰爭還未收煞，即陣烏克蘭東部的前線阿夫迪夫卡將要予羅西亞圍起來，恐驚守袂掉啊！若羅西亞邊境的城市因為烏克蘭空襲，上無6個人死亡，10多人受傷。有一份聯合國加世界銀行後邊甲烏克蘭政府聯合評估的報告15公布。內容顯示，未來10年烏克蘭需要4860億美金，外送代票超過15條，才有法度支付予俄羅斯入侵了的中間的費用。這個金額是比前一年估計4110億美金還佫較懸。敢若今年烏克蘭就需要150億美金來修復上潮級的自駕交通。
Approximately 2 million homes have been damaged or destroyed, impacting nearly 10% of all housing units in Ukraine, hindering rebuilding efforts. The study also indicates about $80 billion in damages and loss in agriculture and $54 billion in revenue loss in the energy sector. 报告显示，损失拢集中伫咧前线4个州，包括顿内茨克、卢甘斯克、哈尔松加扎波罗热。不过，首都基辅加东北大城哈尔科夫损失也真惨重。俄战争已经拍要到2年，顿内茨克前线阿夫迪夫卡经过几多个月激烈的战斗，已经规拢拍远去，而且俄军这么欠军火，打算要对这撤军另外找所在防守。Unfortunately, we're getting reports from the Ukrainians that the situation is critical, with the Russians continuing to press Ukrainian positions every single day. Avdiivka is at risk of falling into Russian control. In very large part, this is happening because the Ukrainian forces on the ground are running out of artillery ammunition. 俄战争拍袂煞，俄罗斯的比尔格罗德市离乌克兰边境只敢若30公里，15遭受俄军的空袭。当地州长讲，飞弹攻击造成至少6个人死亡，10几个人受伤，其中6个人伤势正严重。俄罗斯国防部表示，防空系统甲14粒乌克兰的火箭弹拍落，联合国是呼吁禁止针对平民甲民用基础设施的攻击。公司新闻张伟林、张建光编辑。昨晚到的时，恒春有民众翕到一台美国太空总署 NASA 飞行机飞过天顶。咱的环境部表示 ，NASA 来台湾中南部研究空气品质，这是国内头一届出现 NASA 飞行机，实在罕见。环境部的人员等伫台南机场的边仔，把镜头对准空中，翕到飞行机愈飞愈低，通过机场了后，搁飞起来。搁对另外一个角度看，飞行机的机尾有印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字。起飞时阵，离涂骹上近，敢若46英尺。这台已经有54年的 DC-8扩音机，顶管有再精密的机器。这摆来台湾是执行空品研究计划。主要是可以从地面到大概3000多公尺这样的一个高度，不同高度的空气的相关的资讯、污染物等等，都可以有及时的监测资料。有民众早一步伫恒春翕到 NASA 的扩音机，发现伊飞甲真低，通过一直讲是真罕的看。其实当中有2台 NASA 的扩音机，早起9点对菲律宾起飞，互看到的这台是飞过恒春，往返台南嘉义机场4转，下晡沿东台湾往北飞去南韩。另外一只 G3是载光学设备，伫28000英尺的空中neu测污染物的分布。With these data, investigators will be able to characteriz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stributions, as well as the transport and chemical transformation of pollutants from local and distant sources. 环境部结合 NASA 和国内外真侪单位和学者，1月底正式启动的高频3D 空品实验。这个计划是 NASA 国际性大气监测实验，这台计划的延伸。其实一开始台湾是无伫计划内，但是重要杀手中大教授林连辉讲，台湾用咱的科研实力赢到 NASA 的肯定。我们开始跟他说服的时候，也是说，你怎么可以把台湾给漏掉了呢？东北亚的污染下来，跟东南亚污染上来交界的地方，是一个很好的点。把台湾漏掉的话，你们一定有遗憾，是一个科学的角度去说服他们。这摆是第一摆有 NASA 的科研机来台湾，搁再要3亿的仪器设备，做要4点钟的空品观测。环境部讲，天公伯也有保庇，无落雨，好彩样的数据搁较精准。这摆研究的成果，嘛对未来空污的精准治理真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有啥物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日本福岛核电厂还未透报处理过核废水流出来。负责的东亚电力公司表示，因为引过水门拢无拍开，工作人员都无检查详细，未记甲关起来，才会造成事故。再来看菲律宾南部车6发生土石流，拢总92个人死亡，36个人下落不明。目前要继续咧找失踪的民众。那美国的军方嘛一直咧协助当地救援。来看希腊通过法案，同性婚姻民事合法，以后同性正判会当结婚领养囡仔。就算教力强烈反对，希腊议员正做头一个同婚合法的东正教国家。再来看昨开工开市，台股嘛开红盘，台积电带头早盘一声就冲600点。落尾收伫18644点，起548点。
台积电股价嘛收伫697块，这市值是超过18兆。若今仔日开盘情势嘛真好，目前盘中上悬有到18715点。尽管上车财神爷来跳加官，希望讨一个好彩头，结果台股龙年新春第一个交易日就开红盘，在多头尾盘出现之下，加权指数中国起超过600点，冲到18725点，创历史新高。中昼收盘起548点，来到18644点。护国神山台积电的股价是收伫697块，市值超过18兆。台股重新开盘之后呢，资金全面涌入台积电。台积电在早盘的时候，股价是冲过了700元大关，创下历史新高，大涨了8到9%。这也带动台股今天的一个大涨。分析师讲，台股封关期间，台积电 ADR 伫美国是起超过10%，投资人看好台积电补起的行情，连同台股走势开红盘，加上全球今年开始行入降利息的循环，拢帮助外资扩大加码的趋势。证交所早起举行新春团拜，金管会主委黄天木和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致辞的时阵拢强调讲，今年拄着真侪国际大选，地缘政治一定要注意，一点嘛袂当大意。由于我们有多国的政治的选举，对政治情势的这样子的影响，所以我们对于全球的政经的情势的这样子的一个风险，我们台视要深具的这样子的一个谨慎的心态，不能只是以维持现状为满足，我们要比别人加快努力2倍到3倍，才能够超前别人。证交所讲，明年发展的重点会以现有的 AI、半导体这关键产业做基础，推动所谓力量和生机等3大新经济产业的发展，使国际级的企业伫台湾就市上柜，打造新经济产业的主导。另外嘛，鼓励市值超过100亿的公司，更加接来办法说会，而且结合产业的供应链，让中小企业更加会当好看到，用安尼来扩大市场的容量和规模。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个老母讲，家己的口罩放来做警示口罩，致使价收入户的补助拢领袂到，都有网友开始捐钱捐物资。落尾煞发现，这个老母利用别人的爱心，甲捐的物件摕去卖。另外，过年期间有诈骗集团传来信息，加要送红包，骗民众点入去偷摕民众的资料甲口罩。伫LINE看到红包唔通先欢喜，爱说伊可能是诈骗。春节期间，LINE 出现真侪件红包诈骗的消息，骗网友点入去看。要求使用者邀请多位好友或群组一起来领取这个红包，才能完成领取。此连结并非LINE官方网站的活动资讯。利用假红包骗人个人资料，警方提醒民众看到类似的消息，千万唔通点入去看，慢慢分享，以免防骗。过年期间，除了红包诈骗，高雄阁出现乱用爱心的争议。一个姓杨的女子伫面册社团讲，家己的小户互人提报警示户，致使假收这补助无法度入去，引起网友的同情，拢捐物资也是金钱。善心的网友就是跟他私讯，然后就是借他钱。然后到目前为止，这些钱他1毛钱都没有还过。民众表示，姓杨的女子小户是因为互人过早去起诉，才列入警示，也佫有毒品的前科，而且毋是头一个求助引起议论。若是有真侪笔款项，佫好亲像甲人送伊的牛奶粉转卖真侪人，毋过毋出货，已经有真侪人报警。汇还给他之后，他本来是跟我说最晚后天会寄出，然后后天到了之后就说小孩生病，就问他你到底有没有寄，他就说他很忙没有寄，然后没办法退款。到伊住的所在，面对民众甲网友的指控，伊无愿意出面，敢讲会交予司法处理。现在交给司法处理就好了。农历年前，因为他的账户被冻结而生活困难，那所以我们社工就提供急难救助，还有提供物资来给予协助。民众呼吁社会局介入，确保囡仔安全。社会局表示会持续追踪个案，关心家庭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过年期间，有要到300个旅客参加越南富国岛行程。负责安排年代旅游，却和越南当地旅行社有钱项的纠纷，害旅客红办婚照，搁爱加开钱。品保协会强调会确保消费者的权益。若交通部长王国材嘛批评年代旅游无负责任，会要求关公司重罚，可能会罚停业3个月。请问您好。春节连假放煞开工，品保协会早起接到真侪电话，拢是来问越南富国岛旅行团，互人等伫国外的事件要安怎处理讨赔。
大概100多位的客人在外站有刷卡付了720块美金，因为这个年代没有付钱，所以呢这一块呢应该是年代旅游应该要概括承受。让旅游团员在外站刷卡，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绝对会站在保障消费者的立场。旅客对团爱搁伫海外加付钱，乒乓协会嘛感觉安尼做法真唔对。伫处理讨赔问题的同时，年代旅游甲越南的地接社，因的经济嘛还未煞。他们在越南所受到的委屈，也再次向所有团员致歉。14暗时9点，年代旅游负责人林大军搁再会室内，讲这件代志原因是越南地接社反悔26结团费，乌白甲旅客放风声，搁威胁支付款项。虽然公司有处理，不过已经严重影响名声，后续会提出告诉。不过越南地接社嘛回应，工作部收到所欠的钱项，不过也是协助旅客返来台湾，搁重新签合约，希望年代旅游爱赶紧支付款项。旅行社本身不负责任。收了钱，然后把旅客带到国外丢包，我想这部分我们会严格来处理。整个年代旅游这个要求，我也已经要求这个署长这边这个重罚哈。高雄部长王国才表示，会要求观光署对年代旅游重罚，依照规范，出团前爱办好签证、机票甲住宿，业者拢无做好，依法会当罚1万至5万。根据消保法上当会当要求停业3个月，目前案件还搁在调查，相关的单位原来会赶紧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营航空昨有一台为东京羽田机场飞松山机场的机房，有一个负责人伫飞行机顶灌生囝，加在有4个旅客是医生到接生，互负责人会当顺利甲囡仔生落来。中营航空传出有新人伫飞行机顶生囝，一只对东京羽田机场飞去松山机场的班机，15飞到一半，有新人想要生囝，空服员较紧公布找人斗相共，好在机顶拄好有4个医生。有网友伫面册发文讲，因翁都是专程接生的其中一个医生，迄当阵真着急，班机本地搁要转降落伫福冈机场，但水皮破去，就较紧接生。我先生本来就是手术房的，就是他在美国是麻醉科跟内科，然后因为美国的医生是每一个科都有实习，所以变成说接生他是有经验的，只是说他觉得那个环境不能跟手术房比，所以会有担忧的事情会变得很多，比如说不是100%无菌，然后有些器材不是那么精密，然后甚至如果万一发生什么，就是会担心的事情就会很多。中营航空讲，伫医师、旅客和全体空服员的帮助之下，有新的负责人顺利伫飞行机顶生一个后生，嘛紧急通报松山机场，摕到优先降落权，安排救护车抬命。班机伫下晡1点11分降落了后，就随家这某仔囝送去病院，目前拢真平安。有前技师讲，飞行机顶若发生要生囝这种情形，技师都有可能采取转降落其他的机场。有些孕妇可能她的体型或她的肚子没有那么大，那她现在超过了28多，如果她又没有提出申请，凭肉眼的话，其实航空公司是很难做一个判断啊。所以她如果不报那基本上我们是无从查知。所以这种情况如果上了飞机，然后发生了危险，的确对整个飞航来讲。非常的安全来讲，是一个算是一个隐忧。每一间航空公司对有心人坐飞行机拢有规定，大多数拢禁止32礼拜以后的有心人来坐飞行机。以中营航空做例，无接受单胞胎有心36礼拜以上，还是多胞胎有心32礼拜以上的乘客，还是生了7天内产妇来坐飞行机。其他的有心人都要提出医师开的适航证明，包括写出伊有生几礼拜，巴肚内囡仔健康的诊断证明。不过这台班机的定位并无显示有需要提出适航证明的有心人乘客。本来就是高危险妊娠，例如说早产的风险，或者是说高血压啦，或者一些生理性的疾病，那个妊娠风险是比较高的。一般的产检医生大概也不会开适航证明啊。民调讲，通常有心人有生28礼拜以上，医师就无啥会核准适航证明，风险伤悬。有心人若伫空中生囝是较会落体，身上若有并发症、大量出血，恐惊有性命的危险。建议第3运期的有心人尽量莫坐飞行机。记者综合报道。综合报道。台北关会中心表示，因所有货型加起来，敢若剩3.8天的库存量，和7天的安全库存目标是差真多。因为北部今仔日反冷，关会中心是烦恼讲，这关会人会搁较少，希望民众拢会当来关会做爱心。
洗手甲皮肤消毒，就通准备落针，甲火抽入火底啊，开始关火。每年过年煞拄开工这几天，火库拢会欠火，加上即摆过年进前，真侪人感冒，致使今年欠火欠甲更加严重。拜五就要变寒，关火中心真烦恼，会影响民众的关火意愿。大家都在过年，有可能返乡啦，有可能会安排出国的一个旅游。那其实，在台北来讲，其实人真的变得比较少，没有感冒的这些情况的民众，他才能够来捐血。农历年前那一个月，以台北来说的话，其实天气的湿冷啦，温度比较偏低，也造成很多人感冒。台北关火中心讲，正常火库要有7天的安全库存量，但是目前所有火型加起来，剩3.8天的库存。上欠的是 O 型的火。我们最缺少的是 O 型啊，那 AB 型也是稍微不足，不过 O 型的话是算我们用量相对比较多的，差不多60几啊，我们仅刚用超过100。关火中心呼吁民众闭手关火做爱心，就通救人一命。透过关火中心的网站，顶管都有写明倒位有提供关火服务。台北关火中心表示，不管是坐温车头，也是火车头，因为来来去去的人较多，所以目前有设真侪关火点伫个车头附近，民众会当多多利用。记者龚定水台北报道。根据统计，台湾医生平均51.5岁，目前要咧看诊的医生年岁上大的是103岁。急诊的医生平均44.6岁上少年，若妇产科医生56.7岁上老。为了替孕妇做产检，扣囡仔妇产科医师差不多24点钟待命，那工时长、风险悬，搁爱不时面对患者告医，所以部分少年医师无愿意做。处理妇产科医师变作是西医所有的科别内底，平均年纪上大，达到56.7岁。年轻人他希望他的生活品质，他不可能24小时，或者是甚至1年365天都守在这儿，不可能。根据医师工会全联会订录资料显示，台湾医师愈来愈老，平均年纪上老的除了妇产科以外，都是家医科54岁，上少年的是急诊科加放射肿瘤科46.9岁。咱国医师平均年纪是51.5岁。目前也搁伫咧救人的上老医生是103岁。不管是医师而已，其他的年长的人，有的到100岁，他还是头脑很清楚，身体很健康。像这种状况下，他去看诊，那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医疗涉及高度专业，所以其实除了继续教育以外，医事司也应该要去盘点一下各专科人力高龄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医师工会全联会是讲，全国医师差不多是5.5万人，台湾医师不是无够，是各科别严重无平均。亲像个人先用率降低，儿科甲妇产科医师影响上大。建议政府应该针对特殊科别，互因奖励，互少年医师愿意做。卫福部是讲，医师无退休年纪限制，目前是透过6年一届的医学课程，通确保医师会当提供正确的医疗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消息来看，台湾灯会让16档登到台南举办，高铁灯区按算元宵起鼓，即阵还未开始，都已经有真侪人来翕相，甚至也传出有人来破坏作品。台南市府表示，目前一寡作品搁咧测试，有真侪大台车会出入入，呼吁民众唔通家己走入去，就惊发生危险，搁去影响到施工的进度。安明夜空中金黄色的烟火则会喷出来有够水，推春节期间累计到达超过300万人来遮赏灯。另外一边高铁灯区搁咧施工，市区位啊虽然有打禁止行入来标示，也是侪人小前来看今年的主灯。最后因为两边灯区时间无同，主灯24才起鼓，致使未少民众误会才开始呀，甚至传出有人入来破坏。基于对国家的不满，或者对他这个政策的不满，然后或者是说对政府的不满，然后他们会进来做一些破坏的工作。也有人开车直接冲过管制罩，直接就把车子冲进来，然后他也不走。高铁灯区还是施工的工区哦，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前往参观哦。高铁灯区面积有40公顷大，按算会展出200件作品。目前部分作品当咧测试，有大型户外歌音乐团来演出。市府估计有未少观光客会来，除了规划接送车帮，嘛临时增设停车场，总共有6000个通停，就惊到时交通局建议民众多多使用大众运输。本来这个地方就是至少高铁就在旁边，对，
然后这边对，然后这边又是一个算是新的科学市镇，这样民众他可以搭乘高铁，直接在高铁台南站下车，或者是在搭乘我们的那个台铁沙仑线，然后在我们的台铁的沙仑站下车，即使只要步行3分钟、5分钟就可以到达我们灯区。台湾灯会登记到3月7日，车辆买配合灯会起工时间来管制。平常日下晡1点，那假日透早9点开始实施管制。交通局讲，计看现场车辆状况做调整。记者李台南采访报道。家己当少的笨港口港口径，伫过年的时阵，庙方拢会办跋杯比赛，跋轿车甲金马祖。那今年佫增加手机的奖项，互参加跋杯比赛的人比英国是佫较济。过年现场拢会去庙里跋杯，家己县当少的港口宫为初1到初5举办跋杯比赛，有抢杯就会当继续跋，奖品有轿车、机车，佮有黄金的马祖神像。有第一届来参加的信众连续跋到10个上杯，赢到1台车。我第一届跋。来拜拜，先到看下，有咧跋杯啊，无来跋看卖？10杯，10杯嘛，嘿，10杯。迄是你会紧张无？哎呀，因咧花到我足紧张。当朝港口宫英国拢会举办跋杯比赛，为着鼓励少年朋友来参与，这届奖品佫增加即马试件的手机啊。庙方讲，今年参加的民众有较侪，佫有跋黄金马祖神像的民众，连续跋到14个上杯，加做今年上悬的纪录。14杯，我唔知影，反正就感觉。足顺啊，就一直甲播啊。13个记录算也足多啊，佫播到14杯。你看咱个轿车都到10杯呢。经过初1到初5的比赛，当朝港口宫伫初6这天邀请跋上侪杯的民众回来领奖。港口宫表示，1684年起的港口宫是地方的信用中心，嘛是全台马祖婚龄上侪宫庙。希望透过活动，会当互少年朋友知影这个所在，也继续延续当朝的宗教文化。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中的后里马场有100年的历史，本地是军用的马场，转型做观光，交予外口的厂商来经营。最近引进15只马，未来要办马术表演，佮有全国的锦标赛，希望会当向游客来行搭。囡仔大蹄要骑马打卡的所在，一粒就坐伫马顶面，伫专业教练的山岭陪伴之下来行一轮。五先是一家人对桃园到台中后里马场专工来骑马。以前有没有骑过马？以前呢？对，没有，第一次骑马。这还是我第一次哎，我真的第一次来，啊。所以第一次的印象，目前为止。不错，还会再来。后里马场占地大约10公顷，较早是日治时期台湾唯一的军用的马场。1997年转型为观光型马场，部分建筑伫2016年被指定为台中市市定的古迹。西班牙引进的安达卢西亚纯正的马，伫训练师训练的大次马术表演内底上困难的性总舞步。因阮厂商所买15只新马，训练完了后会提供马术的表演、比赛跟记者项目。他现在目前在我们的那个团长，就是马建团长的训练之下，就在朝向马术，就是盛装舞步的表演。市府甲后里马场委外来经营，加上原来17只老马，总共有32只马，是近10年来数量上多，而且也甲园区内底竞技场各修理过。1月底也才举办今年头一场的全国性马术奖牌超锦标赛。在台中，希望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不仅台中的市民，让全台湾所有的游客都可以到后里马场来看一下这个后里马场的改变。目前包括它的有一些餐饮，然后有一些可能会在做一些血清的这一个故事馆，这些等等都在规划当中。那陆续都会再增加整个园区的一个服务性的一个设施。今年后里马场举办14场的比赛，未来也来进行国内马只的探视任务。这个全台历史上悠久、场数上大的马术运动发源地，要来进行活化转变，搁再来展现出100年的风华。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公布上新的研究，这市面马塑胶干仔底水一公升有24万粒塑胶粒仔，而且大部分是会当走入去人类细胞的内米塑胶粒仔，敢会影响咱的健康，要爱检测。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加罗格斯大学的研究人员，自美国市面上3种卖了正好装伫塑胶罐内面的水，测到每1公升的水内面平均有24万的塑胶微粒，其中9成是纳米塑胶微粒，比科学界本来估计高10到100倍。If the plastic particles breaks up, it does not stop at micron size. It can actually go even smaller. So once the size goes below 1 micron, people call it nanoplastics because now its size is in the nano range. 这项研究结果刊伫咧美国国家科学院刊，也是全世界第一篇有关塑胶罐水内面纳米塑胶微粒的研究报告。研究人员分析出水内面含有包括聚乙烯、聚丙烯、聚酰胺等7种纳米塑胶微粒。有可能是伫咧船干仔挂、干仔去饲料、温度悬，或者是伫咧装水生产的时阵受污染。因为纳米塑胶微粒的寸少，即个透明的1/1000，会让对人体组织包括消化系统加气走入去肺内面，传递合成真侪化学物质，搁再互人体细胞吸收。研究人员讲，将搁再确定塑胶微粒对人体健康的伤害。而且，怎么伫咧混层内面，一个蓝北极的冰内面，也发现比纳米塑胶微粒较大粒的塑胶微粒。国际原量总署 IAEA 2024年一开始就走到南极，分析当地塑胶微粒污染的程度。Poniendo especial atención en la fracción más pequeña de los microplásticos y intentando identificar los orígenes, ya sea los que son arrastrados por corrientes marinas desde otras partes del planeta, como aquellos que son generados propiamente en Antártida. 西班牙加利西亚自地区的几落百位职工，最近也到海沙堡清理和海水冲到岸顶的塑胶微粒。根据2020年皮尤自然信托基金会报告，全世界每年有10万条粒的塑胶微粒流入去大海，严重污染海洋的生态系统。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辑。根据统计，这用一解毒单稀释的饮料杯仔，全世界单年是单超过20个亿个，造成环境污染。这单买目前都有一个循环杯计划，消费者买咖啡的时，爱先纳杯咖啡杯仔的钱，啉了甲杯仔倒入去回收桶，就会当甲杯仔的钱退给消费者。希望会当鼓励重复使用，减少对环境伤害。这个杯底蓝色字样的杯仔，就是一直影响的咖啡外炸杯仔。北欧丹麦第2大城阿尔胡斯当地咖啡店在做一项外炸咖啡杯仔回收搁利用计划。那顾客选择用咖啡外炸杯仔，先付5丹麦克人，合台标23块。饮料将外炸杯仔倒入市区内底回收箱，透过手机支付，就用将23块退给人去。Hopefully, we are removing loads of cups from the nature and thereby helping the environment. 阿尔胡斯有33000个居民，也是目前全球第一个做咖啡杯仔回收计划都市。目前市中心有25个安尼咖啡杯仔回收退钱的机器。And basically, what you do, you drink your coffee, you take your smartphone or your credit card, you do like this. It checks if the system is working. And then you just put the cup in. And just like that, you get £5 transferred to your bank account. I'm very excited that they got it started and that Aarhus started it out.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do circular things, reuse things. 丹麦阿尔胡斯这项咖啡外炸杯仔回收计划要进行3年的推广期，用主管加入者已经有超过40间咖啡业者主管签约加入，希望为环保出一份力。All of us, we want to have some kind of impact on the amount of trash that's lying around, and especially us coffee shops. You know, we're guilty, and we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I do see like some of our cups lying around. I see other coffee. To-go cups lying around. 这因回收的咖啡杯仔经过收集整理了后，对正职专业的回收清洁公司进行详细清洁消毒，同时也检查杯仔是否受破气，是不是应继续回收使用。根据环保组织的统计，
全球每年爱拼掉超过25亿个外炸咖啡杯啊，平均每分钟到5000个外炸杯啊，加做本数。这外炸杯啊材质平均要500年才完全分解，伫分解进程就已经对环境造成污染。目前已经有4万个因回收的外炸咖啡杯啊，伫阿尔胡斯市面上在流通。那推广的成效真好，未来包含披萨做阿爸拢能纳入回收的范围。公司新闻警员庆编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有风面通过，而且东北季风变强，天气是变甲较凉冷，含早温度比起来是差真济。这桃园以北会落地渐好，不过明仔载开始温度就会豆豆回升，各地头会是侪云到好天。拜六礼拜天气变小热，预估会一直热到后礼拜4。这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温度。北部地区13度到17度，中部地区13度到24度，南部地区15度到27度，东部地区16度到23度。外岛地区9度到18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